过来，这真正是太幸运了。这个威力彩为顶一届开出到头奖了后，继续连续降估17届，到昨才总算过来开出到奖金高达3亿7千万的头彩，都开伫台湾尾，开伫屏东的潮州，一个人独得。彩券行透早一开门，就打出着广告放炮啊，大大来庆祝。一透早就放炮啊，充满喜气。屏东潮州镇这间彩券行有够热闹，告示写着开出威力彩头奖，一个人得到3亿7200万，大家拢感觉有够新鲜。那你们知道那个买的人是谁吗？不晓得，因为很多都是吃完冷热冰，然后又顺便来买彩券的人。这间店伫潮州有名的小冷冰附近，第一摆开出大奖，消息一传开，袂少在地民众拢想要来试看卖。喂，都快到的啦！我看到就随了对啊。有啦，我看到说中头奖，就想说来试一下运气这样。彩券行员工表示，店内初一15拢会拜土地公，阁有桌仔顶毛菜财神寿貔貅，嘛有可能带来财运。突然间就是开出头奖了，很神奇。这是威力彩自9月份开出头奖了后，阁降17期，才开出3亿7千万的头彩奖金，扣除2成的税金，会使领到2亿9600万。